在2019年，联合国宣布 SDGs 内面包含17项永续发展目标，甲169个细项指标。台南社区大厦身负推动公民素养的责任，将 SDGs 融入课程设计。联合国永续发展指标呢，这个对于未来生活的一些指引啊，包含我们现在大家知道，就是面临这个气候变迁，然后一些经济发展啊、疫情等等的这些冲击，好，然后所以呢，怎么样呢，能够让我们永续的在我们自己的这个生活继续下去？可能有一些大家比较知道的，可能是能源的议题，好，还是说交通上怎么样能够采用这种比较不耗能的方式，然后来做城市移动。那我们有很多的班级，可能像我们的绿交通研究社，还有铁道班，然后以及太阳能 DIY 等等的一些班级，然后他们都在课程里面有做很多的这种研究啊，然后学习。经过几学期的累积，因将伫1月8号举办布达会，结合展演、展览、学习设计甲课程体验，呈现师生推动永续生活学习的成果。其中这次的亮点呢，就是我们的铁道班有邀请到这个林松雄先生，然后他带着这个蒸汽小火车阿里山蒸汽小火车的这个复刻版，到这边来跟大家来展示，然后也可以现场来乘坐，非常欢迎就是亲子一起来参加。那我们这次总共摊位大概有40摊，然后也有10几个表演的节目。然后欢迎大家一起来，地点呢就是在我们的文化中心假日广场，下午2点到5点。另外，会中也规划永续交通、生物多样性、力能资源再利用以及农徛地质公园促进等主题区，让民众透过趣味的体验来理解永续生活的重要性。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。